民生的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台电伫11月要来推出新的电钱方案，甲少人用电的时间对9点钟缩长到18点钟。这用电多甲少的时段，一度是差6到7块。就亲像讲，这个做钢铁的等等的行业，若准讲伫少人用电的时阵来作业，就会降低因电钱的成本。也毋过，即马有业者就跳出来表示讲，免讲生产啊，即马就连订单也无，这也是上大的问题。生产螺丝螺帽啊，除了靠人工来控制产线排程，生产的机械其实是真正电，电力需求真大。因应产业需求，台电对11月开始要推出高压甲低高压电力配储生产时间电价方案，鼓励业者多多利用离峰生产来省电费。没有这个诱因了，光靠拍天降吨就在放无薪假的呀，还有什么电价有什么诱因？你是都10块我嘛无落去。业者讲，台电新方案看来虽然有诱因，能降低每个月用电的支出，不过对因来讲，现阶段接无订单，这是上大的问题。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对多数制造业来讲，好处也是较多。工具机、机械业、铸造业、钢铁还有纺织等等，那他们就可以来做这样的调整，来降低他们的电费。那我们初估大概是有1.7万的高压用户可以来试用。近期台电对着高压甲低高压电力配储生产时间的电价，对毋是热天的离峰时间是每天的0点到早是6点，再来是中昼11点到下晡2点，离峰时间是无连续的9点钟，对这个产业生产的排程是不利的。台电讨论了后，建议出对11月初开始，尖峰时间又长到连续18点钟，离尖峰的电价每一度是差6块到7块。你在夜班算加班，有一些工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自动化的工厂，它本来就是24小时在操作了，监控的时间停下来，然后用利用的时间，那产量又减少。尽管台电推出这阵电价内底继续差上多的时间电价新方案，不过对产业界来讲，全世界时机拢无好，接单的状况也下降，要经由离峰的时段来调整生产的排程，进而降低用电的成本，恐惊这效果真有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